喺啲樹中間咁樣夾住啊！哇，佢呢度好勁喎！哇，好誇張啊呢度！啊 ，OK。之前有個高僧咧，叫我哋咧一定要拜呢一個，認住呢個大金佛。我哋而家咧就去緊呢個龍王師傅嘅屋企，你睇下呢度啲草咧已經係好近好近，因為咧我哋而家喺條超級窄嗰啲罅嗰度，跟住咧就要喺度咁樣步入去啦，搭咗好多車，我哋入去睇下個山洞究竟係點樣。我哋而家就到咗呢個龍王師公嗰個地方啦。哇，你睇到幾清幽，師公喺度喎。人啦人啦，我哋就係揾佢啦，緊張啦而家。呢度咧有一個路士好犀利嘅，佢就係喺啲樹中間咁樣夾住咗。入去呢個山洞嗰度去做法事。ธรรมบูชาสังฆบูชาสัพพสัตตานังพุทธคุณโนธรรมคุณโนสังโฆวาทิปัจจภูวิชาบรมีสัมปโนติปิโสวาจรณะวิชาบรมีสัมปสาวิสุโลภุสะภูภาสาธุสาธุสาธุ發大財。我哋揾到師傅之後咧，就成功請到那烏神像咧翻香港俾善信參拜。至於那烏神究竟係咩神，有啲咩功效法力咧，睇落去就知道答案啦。發大財，錢多多啊！謝謝師傅，謝謝。孝順父母啊，謝謝，孝順父母大功德。知道。我哋到咗佛統府內另一個出名嘅佛寺玩拍佛寺，呢度最出名係高僧龍波賓同埋5條經文紋身。關於龍波賓呢，有一個故事呢，話說當年佢喺山上打坐嘅時候，老虎見到佢都唔會傷害佢，仲跪喺大師面前啦，而且更俾大師坐喺冇身上誦經做法事啊！從此咧佢就獲得咗伏虎羅漢稱譽噶。咁所以喺佛寺裏邊咧，你可以睇到咧大師金身像下咧有好多老虎噶啦。咁呢啲咧都係善信用嚟還神嘅，而寺內嘅法器大多同老虎有關啦，譬如虎牙、虎皮，主打產品係掛腰上嘅虎皮咒管，可以驅小人、防降頭同埋咒語。泰國和尚誦經係泰國佛教文化中極為重要嘅一部分，體現咗佛教教義嘅傳播與修行實踐嘅結合。誦經唔單止係僧侶日常修行嘅重要環節，亦都係信徒參與宗教活動、積累功德嘅主要方式之一。我哋咧就經過咗一間佛寺，發現咧中間擺放咗幾個貼滿金箔嘅大圓球，名叫 Look Limit。佢嘅用途咧同佛教嘅結界概念相關咧。喺泰國建造佛寺或者係佛塔嘅時候，會舉行隆重嘅儀式，將 Look Limit 埋入地基入邊，以劃定寺廟嘅神聖範圍。呢啲聖物被認為能夠保護寺廟免受邪靈侵擾，並且為信徒帶嚟平安同吉祥。之後咧，我哋拜訪大城府當今非常有名嘅高僧龍婆亮。亮師傅咧係泰國一位備受尊敬嘅佛教高僧，以其深厚嘅修行同埋慈悲心聞名。佢出身於泰國東北部，自幼便展現出對佛法嘅濃厚興趣，並喺年輕嘅時候出家為僧，開始咗佢嘅修行生涯。龍婆亮以其嚴謹嘅修行態度同埋對佛法嘅深刻理解，製作佛牌同埋聖物。呢啲佛牌被認為具有強大嘅保護同埋祝福力量，深受信徒嘅喜愛同追捧。佢嘅佛牌唔單止喺泰國本地廣受歡迎，亦都喺其他國家同地區擁有眾多嘅信徒。除咗製作佛牌，龍婆亮仲致力於弘揚佛法。今次咧，我哋遠道而嚟咧，除咗拜訪亮師傅之外，更想參觀佢嘅作品。當中咧，我就俾一幅咧由師傅親手繪畫、加持咗30年嘅那烏畫像咧，深深吸引住啦，令我目不轉睛、念念不忘嘅。那烏天神嘅起源咧，可以追溯到印度教神話，因為那烏天神被冤枉偷入不死甘露而被毗濕奴神處罰，後嚟得以沉冤得雪，並且位列仙班，執惡如仇。而大家睇到咧，神像都會口咬嘅球體咧係太陽或者月亮，就係要吞噬背後中傷人哋之小人，發誓要將天地間所有小人告密者一一消滅嘅意思，適合行衰運、病痛、犯太歲、犯官非或者係事事不順者參拜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好想將咧那烏神畫像請到香港俾信徒參拜。咁師傅初時咧並唔願意，咁就恐防會咧去轉賣㗎。而經過我多番解釋，師傅被我誠意打動，最終都俾我請走咗。而喺攞落嚟嘅時候，亦都睇得出師傅對呢個畫像嘅依依不捨嘅心情。
新和尚過嚟喺呢度出家咯。哦，印度房，印度房。印度房入邊有個像神，哦，呢度可以睇到。哦係呢喎。度哇，佢呢度好勁喎。啲舊嘅做出嚟。泰國鬼王廟係泰國著名嘅寺廟之一，位於曼谷嘅 Phra Kanon 區。呢座寺廟咧以其供奉嘅鬼王而聞名，吸引咗好多信徒同埋遊客前嚟參拜。鬼王喺泰國咧被認為係一位強大嘅守護神，能夠驅邪避凶，保護信徒免受惡靈同災難嘅侵擾。哇，好誇張啊！呢度好勁啊！ ซึ่งกันและกันเลย ขอบุญกุศลนี้จงสำเร็จแก่ตัวข้าพเจ้า 經過我哋對ข้าพเจ้า 佛子嘅捐獻之後咧，師傅亦都係對我哋作一番祝福。大約意思就係話，願此功德賜俾你及你所有嘅親人。根據佛教嘅講法，正確嘅。我願隨你嘅功德，所有冤債小人同唔好嘅嘢都遠離你，並祝你生活美滿。此宮殿亦都適合所有懷有感恩佛陀之心嘅信徒。希望日後我哋將有機會再見面嘅意思。OK。好，又去到一個地方啦。經過2個幾鐘車，我哋咧就去到阿贊力抗嘅寺廟啦，或者係佛社啦。呢度有好大個，呢個係咪路市嚟㗎？應該係。呢度都環境幾好，呢啲咧全部都好，即係點講，好清幽啊，好骨子啊咁樣。呢係阿贊力抗嘅地方，我哋就而家準備入去見師傅啦。阿贊力抗自幼便對佛教產生濃厚嘅興趣，並且喺年輕嘅時候選擇出家為僧。佢經過多年嘅修行，深入學習佛教經典、禪修技巧以及傳統嘅泰國法術。咁佢嘅修行咧唔單止限於佛教教義，仲融合咗泰國本土嘅靈性傳統，咁令到佢喺當地咧係要享有極高嘅聲譽啦。阿贊力抗以其製作嘅護身符同聖物而聞名。呢啲嘅護身符咧，被認為咧具有強大嘅保護力量，能夠為佩戴者帶嚟好運、笠邪避凶以及增強個人能量。咁佢嘅護身符咧，通常結合咗佛教咒語、傳統法術咧，以及自然材料如金屬啦、寶石啦同埋植物等㗎。之前有個高僧咧，叫我哋咧一定要拜呢一個揸住把遮呢一個佛。呢個係阿贊良嘅地方，認住呢個大金佛。阿贊良係泰國一位知名嘅佛教僧侶同法術師，以其深厚嘅修行同法術能力喺泰國同東南亞地區享有盛名。佢專精於泰國傳統嘅佛教法術、符咒製作以及開光聖物，被好多信徒視為具有強大靈力與庇佑能力嘅師傅。阿贊良擅長製作各種護身符、佛牌、符咒等嘅聖物，呢啲嘅聖物咧被認為具有強大嘅保護、招財、避邪等功效。佢嘅佛牌同埋符咒咧喺泰國同埋海外咧廣受歡迎。好多信徒佩戴之後咧，表示感受到明顯嘅靈驗同庇佑。好多謝各位睇到最後咧，我哋嘅片係希望俾大家了解泰國宗教有趣小知識。泰國嘅佛教同民間信仰咧，融合咗好多獨特嘅法術同儀式，例如咧佛牌、符咒、神像等等，都被視為具有強大嘅庇佑力量。
而我哋最引以為傲嘅係千辛萬苦，懷住謙卑嘅心，將那烏神像同畫像從泰國請到香港，供各位善信求福擋災。那烏神被認為係守護辟邪嘅神靈，深受泰國信徒尊崇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前嚟我嘅佛堂參拜或者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 WhatsApp 聯絡預約，我會親自為你詳細介紹。再次感謝大家嘅支持，願各位平安吉祥。